来，也没有跟韩市长碰到面，这样国民党要怎么团结？团结不一定碰面啊，只要同心协力就团结了嘛。马前总统是最重要的团结的分子，他对国家的贡献，而且以他的本性他是绝对忠于中华民国，绝对忠于中国国民党，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一心一德，全力帮助我们韩国瑜候选人当选总统。那刚跟韩市长聊了什么？啊，刚跟韩市长聊了什么？在里面说不定不一定聊啊。那你们有时候话不必讲，心里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要当选。我是中国国民党主席，我的责任就是拜托所有的党员，拜托我们所有的国民，恳托大家宝贵的一票投给韩国瑜同志。好了，感谢，谢谢马总统，谢谢，非常的重要。我们我们一起为国民党加油！来，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马英九加油，马英九加油，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国瑜，国瑜，国瑜。动算，动算，动算。各位，又听说南太平洋一个很大的岛国所罗门群岛马上就要跟我们断交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对外关系能够改善，能够恢复9·2共识，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外交走上坦途。大家说对不对啊？对。让我们感谢马总统的提点，相信韩总统上台以后一定会贯彻马总统的意志，对不对？各位，在我上任之前，请大家现场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展现的是团结的气氛，再一次为韩国瑜来加油打气！来，韩国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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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瑜，国瑜，韩国瑜，韩国瑜，谢谢。好了，感谢，谢谢马总统，谢谢，我们是不是热情的感谢马英九总统这么辛苦的带领我们曾经国民党有非常辉煌的时刻，也为国民党再次加油！来，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是不是我们如果大家看到我吸毒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讲几个字。我记得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面，康熙皇帝很生气，韦小宝就说：“我在扬州啊，我妈妈开妓女院讲话，生气的都会讲一句话。”康熙说：“我是皇帝，我怎么能乱讲话？”韦小宝说：“你说说看嘛，你说了以后你心情就好了。”康熙皇帝说：“说什么话？”韦小宝就说：“他奶奶的，他奶奶的，他奶奶的。”所以明天开始，各位凡是看到抹黑的，还有所谓电视名嘴，绝大多数都是拿黑钱的电视名嘴。要记住，凡是看到拿黑钱的电视名嘴，凡是看到假民调，我在选高雄市长之前，多少民调都说我输啊，每一个在电视上道貌岸然，不管是阿猫阿狗，全部都说韩国瑜稳败的，假民调满天飞，结果赢了15万票。所有的抹黑的新闻，韩国瑜吸毒的，韩国瑜包小三的，韩国瑜乱七八糟的，大家学一下康熙皇帝那句话什么？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姐妹，我真的想讲一句话，他奶奶的！